Hello，大家好，相信唔使我多介紹啦，大家知道我叫做鄧解文噶啦。咁我想問下大家咧，今日搶唔搶購到鹽咧？咁由於我今日放工咧放得晏啦，所以到超級市場嘅時候咧就一包都冇晒啦。不過我並唔驚慌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買咗好多嘢，呢啲唔係鹽，但係點解我都要買咧？其實因為即食麵裏邊係有味精嘅，味精裏邊係有鹽分嘅，咁所以大家如果買唔到鹽嘅時候，不妨學下我買多啲即食麵啦。好啦，如果你睇到我呢段片嘅時候，即食麵都賣晒啦，咁點算咧？又唔緊要，大家可以買健康飲品，鹼性嘅健康飲品。咁點解咧？或者係運動飲品，運動飲品裏邊咧好多都係有呢個鈣化鈉啦、氯化鉀等等咁嘅成分嘅。咁其實咧鹽咧就最主要嘅成分咧就都係呢啲嘅啦。好啦，咁如果你睇到我呢段片嘅時候，連健康或者係運動飲品都賣晒，咁又點算咧？唔緊要，咁大家可以即刻去 VCD 鋪啦，大量買呢個三級片。咁點解咁講咧？18歲以上嘅人士先好買啊！咁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相信即食麵冇晒，運動飲品冇晒，都可以用鹹碟頂住先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連去到 VCD 鋪鹹碟都冇晒，咁點算咧？唔緊要，大家即刻衝去海灘，去北水、北海水，因為海水蒸發之後咧，就會留低好多鹽分喺度噶啦。咁當大家睇到呢段片嘅時候，去到海灘，發現啲水都俾人滗晒，咁點啊？咁冇辦法啦，咁你一定要揾朋友幫手。咩朋友咧？就係鹹濕佬啦，因為鹹濕佬咧係好鹹嘅，所以咧佢哋一定係幫到你噶。咁今日嘅小貼士係咁多啦，有機會遲啲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我哋好快又大受歡迎啦！哈哈哈哈。